云林县大鼻乡出产咸菜是全台湾上济，一年产值有到4亿8千万。即马阁有研究团队发现讲，生菜过程当中产生的氮磷钾会当用来帮助海草甲食物的成长，未来希望会当创造循环经济。挂菜采收了后，用盐生过变作咸菜，工作人员无用咧加工，毋过复加过废液甲剩的泡，若是黑白道恐惊会害地下水变半咸水。为此，大鼻乡公所甲这废水扣做伙，透过农粮署补助，公所编列经费做回收处理。1度3万，加这个费用就对啦吼。的处理费，阮大鼻公所咧，我一年当加费用无，其他吼运作拢莫讲，加费用处理我来负担500万，阮大鼻乡就你送啊，过来负担这个1年500万。大鼻乡公所表示，乡内生产咸菜量是全台第一。年产值有4.8亿，但是过去把有业者黑白倒咸菜废水，为着避免造成环境负担，就甲废液集中处理。最近，台大渔业科学研究团队发现，若是甲咸菜废液中和调整做液体肥料，会当对海菜甲食物的生长有帮助。就是这种所谓的生物循环再利用的一个技术，然后我们是希望以云林县为建立一个技术的平台，还有希望以结合云林县的这些农渔业，然后建立一个释放的场域。然后希望透过这种所谓的资源循环再利用方式，帮助到所谓的渔民，他们让产品做价值。这个废水可以造成有用的一个营养源，循环再利用。那目前透过这套技术，可以把废水做成易肥，来提供养殖业的一个养分所需。云林县环保局表示，目前大鼻乡咸菜废水处理是以太阳能塑水结晶的方式处理，一年大约会有600吨的垃圾水。未来若是会当透过省官学合作，引进这套生态友善模式的技术，对环境、地方财政负担和渔业养殖拢会当有帮助。记者王维雄，云林报道。